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加密貨幣發生一件大事件啊，就係 Bitcoin 咧又迎嚟第3次嘅急插啊，由12萬幾嘅高位已經腰斬咗接近一半啦，跌到今日6萬幾呢個低位。到底而家應該係即刻撈貨啊，定係再等下機會先呢？好多人都可能會有呢個疑問啦。今日我就會用少少嘅篇幅啦，同大家分析下我自己對 Bitcoin 嘅睇法啦，同埋我認為邊個位可以買入啦，同埋未來 Bitcoin 究竟可以去到咩位？係咪真係可以去到1幣1別稅，靠一粒 Bitcoin 就可以致富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。我哋頻道主要係分享對大市嘅睇法，同埋我哋嘅投資心得。大家嘅每一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，都係我哋創作影片嘅原動力。睇完記得 like 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，唔好唔記得撳下個鈴鈴鐘，等我哋咧多啲分享我哋嘅知識。要講 Bitcoin 嘅前景之前，我諗大家都好有興趣知道點解今次 Bitcoin 會有呢個急插㗎啦。咁其實咧呢幾個月咧 Bitcoin 都出咗唔少嘅不利消息啦。首先就係美國政府充公咗大量嘅 Bitcoin 啦。因為陳志事件啦，咁好多人咧就認為 Bitcoin 咧已經唔再穩陣啦。咁啊，之前有好多犯罪嘅團伙啊，都用 Bitcoin 嚟洗黑錢啊，或者愛嚟隱藏佢嘅資產。咁而家咧好似就唔係好穩陣啦。咁變咗咧，其實一部分人咧持有 Bitcoin 嘅呢一堆人咧，可能咧都會沽緊部分嘅佢哋嘅資產啦。咁亦都因為呢個咁嘅流言啦，呢啲咁嘅傳聞啦，令到 Bitcoin 失去咗信心啦，有一定嘅沽壓喺度啦。再另外一個失去信心嘅原因咧，就係大家都認為哇，而家人工智能咁勁 ，AI 咁勁，量子電腦咁勁，會唔會而家加密貨幣已經唔係再係加密㗎，好容易俾人盜用啊咁樣？咁呢個咧，其實我哋一陣間咧喺我哋分析 Bitcoin 嘅投資價值嘅時候，我哋會再詳細去睇呢一件事嘅。下一個原因咧就係之前充公咗嘅美元資產咧，咁啊嗰啲 Bitcoin 啊嗰啲，好大可能咧就會真係有一堆千幾億港紙嘅 Bitcoin 會沽出呢個市場上啦，咁亦都係製造一定嘅沽壓嘅原因嚟嘅。咁啊喺 Bitcoin 呢個投機性咁重嘅資產嚟講咧，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嘅交易咧都係以槓桿進行嘅，咁好多時咧如果 Bitcoin 急插嘅時候咧就會引發好多咧爆倉嘅漣漪效應咧，所以咧今次咧一次過跌咁多 percent 咧，其實咧好大原因咧都係因為呢堆嘅槓桿產品咧就殺倉效應影響。好啦，跟住咧你話哇跌得咁急，究竟會跌到幾時咧？其實咧暫時嚟講咧，我哋都未可以咧話佢跌定咗嘅。不過咧我哋可以咧喺另外一個方向咧同大家分析下咧，其實 Bitcoin 或者加密貨幣咧，仲有冇佢嘅投資價值所在嘅？其實咧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新聞咧？有一個國家咧叫委內瑞拉咧，近排咧就俾美國打殘咗。咁委內瑞拉咧，其實咧佢之前咧已經公開咧就話咧佢哋係會使用加密貨幣嘅。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好某程度上咧影響咗大家對於加密貨幣嘅信心啊。因為成個國家都俾美國打巢咗啊，劫走咗佢個總統。咁啊，我諗加密貨幣喺委內瑞拉嘅前途啊都有受質疑啦。咁所以咧，一定嘅沽壓咧都會存在咗嘅。咁其實 Bitcoin 仲值唔值得投資咧？咁啊，本人覺得咧 Bitcoin 其實咧係有機會咧係可以重上之前嘅高位嘅。嗱，而家咧跌到幾多，我係講唔定嘅。但係咧 Bitcoin 咧有佢無可取代嘅一個地位喺度嘅。咁首先啦 ，Bitcoin 嘅供應咧係有限嘅，而 Bitcoin 咧每過一段時間咧就有佢嘅產值半衰期㗎啦。掘到嘅 Bitcoin 咧係會越嚟越少。呢個稀缺性咧係比黃金更加稀缺。再加上咧喺幣圈咧 Bitcoin 已經成為咗一個信仰。當有機會嘅時候咧，信徒咧係會 stronghold 唔放，咁所以咧係好大機會咧，隨住資產咧嘅價值咧不斷咁上升咧，帶動底下咧 Bitcoin 會成為另一隻咧重上高峰嘅一隻資產。再加上 Bitcoin 嘅投機性啦 ，Bitcoin 咧佢係有好多槓桿嘅炒賣嘅一個工具，咁啊好多人咧都用槓桿去炒賣 Bitcoin。其實追入去買 Bitcoin 嘅資金咧係可以無限咁大嘅，所以咧，佢繼續急升到去20萬美金咧，都唔係一個問題嚟。爭在就只係時間同埋你幾時入手嘅啫。記住，千祈唔好用槓桿去炒 Bitcoin，因為咧佢真係可以跌30%、40%、50%、60%。喺2017年 ，Bitcoin 係跌咗80%幾，得返1/7嘅市值。所以持有現貨先至係最正確嘅炒賣方法。你如果炒槓桿嘅話，多錢都唔怕輸。再講下加密貨幣啊，點解加密貨幣係會有發展潛力咧？因為其實全球都講緊去美元、去中心化。加密貨幣咧嘅成個產業鏈咧係將來發展嘅其中一個趨勢嚟嘅。加密貨幣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啦，亦都有代幣化嘅好多嘅資產啦。遲啲可以用代幣嘅形式去買國債啦、買股票啦、買樓啦。而家喺市場上都好多呢啲嘅產業做緊，所以加密貨幣呢個產業咧係仲有發展潛力嘅。如果我哋嘅國家都唔會推數字人民幣，亦都唔會推香港嘅穩定幣啦，亦都唔會推崇加密貨幣喺香港進行交易啦。咁講咗咁多，究竟 Bitcoin 會跌到咩位咧？其實 Bitcoin 咧經歷咗3次下跌之後咧，其實第一次下跌咧係跌到得返1/7，第二次下跌咧跌到得返4.3%。每一次嘅下跌咧其實都有衰減嘅，所以今次咧如果跟呢個趨勢咧，以每次都跌少1.5倍咧，
去計嘅話咧，跟住 Bitcoin 好大可能咧係跌到得翻大約3.3%，即係大約跌到4萬蚊嘅位置。再喺另外一個角度睇啊，如果你話想參考翻上次嘅跌幅嘅話，如果佢跌多啲，跌到得翻4.1%嘅話咧，其實 Bitcoin 咧都係大約跌到3萬蚊嘅位置。再睇翻佢嘅圖表啦，其實咧 Bitcoin 咧喺近期咧呢個6萬幾蚊嘅位咧，其實有個好大嘅支持嘅技術位咧，其實已經到咗㗎啦。咁啊，會唔會喺呢個位企穩而反彈咧？我就覺得未必，不妨以分注嘅形式入咗第一注先，再喺跌到4.1%再入多注，跌到得翻1/3嘅時候再入多注。記住 Bitcoin 一定要分段入，越平買代表你將來賺得越多。當佢上翻20萬蚊嘅時候，你先嚟多謝我啦。除咗 Bitcoin 之外咧，今次 Bitcoin 嘅大跌咧，令到兩隻喺美國比較受 Bitcoin 影響嘅股票咧跌得好犀利，譬如 Coinbase 啦，另外一隻就係 Circle 啦，做穩定幣㗎啦。咁因為加密貨幣大跌啦，呢兩隻嘅股票咧都跌得好犀利。咁未來我可能會再出一段片，喺適當嘅時候再提大家幾時可以買入呢兩隻股票啦。因為呢兩隻股票咧，其實咧喺過往咧兩次 Bitcoin 急升嘅時候咧，佢哋都有好大唔錯嘅升幅嘅。尤其是 Coinbase 啦，係升幅仲多過 Bitcoin 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到呢度啦。比特幣跌到呢個位，到底點樣部署呢？我自己嘅建議就係分注慢慢入，千祈唔好追槓桿啊！如果你覺得今日分析幾有用，記得幫我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支持下啦。仲可以留言同我講下你最想知嘅入場策略或者其他幣種，我會再同大家拆解。下條片我會同大家講下其他美股點樣被比特幣波動影響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